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座桥厂分田立调园区，是南投县政府伫国姓乡的重大建设，互国道高速公路局评选为优良景观营造的第1名。在地小农是真期待讲，这个园区会当来带动在地观光产业。高速公路优良景观营造奖经过北中南60外参赛景点，交相分田立调园区得到第1名。他把这里形塑成一个绿调公园，那当然也搭配了这里相关的一些景色啦，那跟我们的地景结合。全国上悬的交流道伫国姓乡，边境宽度有58公尺，四面拢是山，这个美丽风景，每一个季节拢有真侪乡亲去游览。那年节的部分，我们现阶段也会搭配穿插，那尤其在园区里面多达28种。将近4500棵的这些乔木。国姓乡的小农期待讲，这个立调园区唔来使带动观光的人潮，嘛希望讲会当伫园区行销在地农特产品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